针对就业安定基金那像互人乌白滥用的问题，今仔日有劳工团体去到劳动部头前抗议，要求要公开就业安定基金的审查委员名单。另外，今仔日嘛是国际移工日，针对着失联移工的问题，劳团是呼吁爱废除拿领移工伫台湾做事时间的限制，嘛呼吁要爱开放移工会当自由转换雇主，才会当减少失联移工的数量。诉求写伫咧海报，劳团甲海报搭伫咧劳动部门卡口。就业服务法规定，有请移工的雇主爱纳就业安定费。这条就业安定基金会用来提升本国国民就业，推动劳工福利。但是，即阵却逼出基金互人滥用，乌白开。审计部初步查核无符合基金用途的有5审查委员名单，甲基金资讯透明化。这次的就业安定基金的弊案，其实是透过媒体揭露的，而不是透过管理委员会，也不是透过立法委员。所以显然，这个管理委员会跟立法委员的监督权全都被荒废了。在讨论怎么让就业基金的管理更具监理的功能，也包括扩大透明化的处理。我想这些事情都在我们目前在规划跟思考的范围内。劳工团体也选伫12月18日国际移工日即天，替移工争取权益，要求劳动部废除拿领移工伫台湾做事的年限规定，也要求开放自由转换雇主，由政府提供找头路的管道来解决失联移工的问题。去年用官方劳动部的数据做了折线图，提供了分析。根据历年失联移工所占的比例，分析的结果是，当政府对于蓝领移工政策不合理的管制放松的时候，逃跑率就会下降；反之，当政府针对蓝领移工政策更严格的管控的时候，逃跑率就会上升。根据劳动部的统计，到去年为止，在台湾做家庭看护的社福移工超过23万人。劳动部认为，若要解决移工的问题，也着要做伙考虑整体家庭照顾人力的需求。洪新涵讲，劳动部参卫福部等咧记接，会找时间讨论出去，互家庭照顾人力的需求，也通解决外籍移工劳动力的问题。记者龚林玉凯台北报道。